你知唔知嚟澳門呢個地方，如果見到啲葡式嘅綠色建築物咧，睇落去咧就好似好簡約咁，但係佢背後嘅歷史故事咧，其實一啲都唔簡單噶。佢係全中國第一間西式劇院嚟㗎，呢度就係崗頂劇院啦。由1860年起到依家，已經有超過160年嘅歷史。咁一開始呢度就叫做百多祿五世劇院，之後咧又叫做馬交劇院，見證咗澳門好多唔同歷史嘅變遷。其實咧，呢一個崗頂劇院咧，我又真係好少嚟嘅。其實如果真係真正過嚟，可能都係第一次，今次第一次過嚟啦。我之前就會去多啲係嗰個河東圖書館嘅，咁但係呢一邊咧，其實我就少啲嘅。依家我哋入去睇下先。哇，其實佢呢度好大喎，門口係好宏偉嘅，同埋咧，我發現咧出邊咧其實好陽光普照啦，但係其實呢度咧都係陰頂嚟嘅，因為呢度有一個勁大嘅老樹，所以其實佢長年咧都係好舒服、好清涼，同埋咧佢三角形頂嗰個中間位咧，其實有個里拉琴嘅一個標誌喺度咯。其實呢個劇院咧起源嘅初期咧冇一個好靚嘅門面㗎，咁最後咧就一位叫做謝高嘅男爵為呢個劇院設計咗一個好優雅嘅正面門廊，咁呢個咧就係嚟自古希臘建築風格嘅門廊嚟嘅。咁同時咧就將整個劇院嘅顏色重新設計，有咗依家嘅綠色同埋白色，每一處細節都顯露出嚴謹嘅美感。咁你哋又估唔估到咧？呢一座睇落去好專業嘅歐洲風格建築，竟然係由當時市政廳一位叫 Badru Jumanu Markish 嘅葡籍書記官設計嘅喎。咁佢咧又唔係設計師，又唔係工程師，但係勝在見多識廣，腦筋轉得快，先夠膽接起呢份重任。當時嘅澳門葡人咧想整間劇院出嚟，點知咧就係呢位業餘嘅設計師，憑住自己對藝術嘅感覺同理解，將正宗嘅歐洲建築風格同埋自己嘅藝術諗法融埋咗一齊，畫出咗呢一個未來會成為文化地標嘅崗頂劇院啦。咁呢一度咧就係劇院嘅前廳啦。咁你哋可以見到咧，上邊咧就掛住3盞好古老嘅水晶燈。前廳咧其實係冇呢2個大鋼琴喺度嘅，咁但係因為依家有展覽咧，所以就放咗啲鋼琴喺度啦。呢條走廊咧就係採用咗木地板啦，同埋一啲白色嘅牆啊、白色嘅門嘅一個風格。呢個側門咧，當年咧馬車就停泊咗喺出邊啦。喺呢個側門咧就可以上到去上邊去觀看歌劇啦。上到嚟2樓咧，即刻覺得咧視野咧好廣闊啊！喺依家嚟講嘅話，呢度啲位應該就係依家嘅 VIP。觀眾席同埋大舞台呢個馬蹄形嘅設計咧，真係令人眼前一亮啊！呢度有2層，一共有276張紅色凳，就好似貝殼咁樣圍住個舞台。咁樣嘅設計咧，唔單止個個都睇得好清楚，仲令到成個氣氛更加親密。其實咧，之前咧佢呢啲座椅咧唔係呢啲座椅嚟嘅喎，係一啲硬木型嘅座椅嚟嘅。08年嘅時候咧，咁佢進行咗一個重修啦，咁就換咗呢啲軟腍腍嘅紅色座椅啦。由1860年到依家咧，經歷咗戰爭、維修、改變，崗頂劇院唔單止保留得好好啊，仲成為咗世界文化遺產。咁到依家佢都仲係一個生勾勾嘅文化場所，繼續講緊關於熱愛、創作同埋傳承嘅故事。呢個橫跨咗3個世紀嘅回憶，到依家每一個有演出嘅夜晚，都仲會繼續有新嘅掌聲為佢寫落去。嚟澳門旅遊嘅朋友都好推薦你哋過嚟呢個劇院睇一下。如果你仲想知道澳門更多好玩嘅地方，記得關注我。